两个挑海的奖片，会用做谱来学习家规插入的代数。由于早安腔变调丰富，接下来会在汉字下方标示本调拼音。若在讲的时候需要变调，就会在变调的汉字上方标示变调拼音，以帮助大家掌握实际运用的声调哦。请问要记平信还是挂号？请问要记平信也是挂号？请问要记平信也是挂号？请问要？请问要？请问要？记平信平信平信还是也是也是挂号挂号挂号。现在我们把这句再念一次。请问要记平信还是挂号？请问要记平信也是挂号？请问要记平信也是挂号？邮递区号和住址要写清楚。邮递区号和地址要写清楚哦。邮递区号和地址要写清楚哦。邮递区号、邮递区号、邮递区号和住址、地址要写清楚，写清楚，写清楚。我们把这句再念一次。邮递区号和住址要写清楚，邮递区号和地址要写清楚哦。邮递区号和地址要写清楚哦。要向你收28元，要加限收28块，要加限收28块，要向您收加限收28元28块28块。现在把这一句再练习一次。要向您收28元，要加限收28块，要加限收28块。大约差不多1至2天就会收到。太少1、2日是袂收车，太少1、2日是袂收车。大概差不多，太少1至2天，1、2日就会收到，是袂收车，是袂收车。我们把这句再念一次哦。大约差不多1至2天就会收到。太少1、2日是袂收车，太少1、2日是袂收车。好，你们所有的贵姓拢到枪啊！大家正开的事，要多听多讲哦。因暂为进步，加油哦！